张科长，导师睁眼在手，人人希望无穷。只要你懂星座，人际关系不出错。俺黑公公跟本人招来介绍12星座中最备受争议又神秘的星座——天蝎座。公道我们天蝎座啊，其实就会太重义气了，对朋友太好了，执行力又强，责任心也重，直觉又强，是最灵性的星座呢。下台！天蝎座心机党重好嘛，嫉妒心强又爱记仇，得给装冷。亚都黑影 V， 你们看得太片面了，我们才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呢。让我们用以下最真实的情境本线出演。可以不要自导自演吗？真实情境走起，执着、意志坚定的蝎。让我们天蝎吃黑动有企图心，要是盯紧了一个目标，就会意志坚定，绝不轻易放开猎物。你不是答应要给我开个独立频道吗？说频道在哪里？就有。先放手，快不能呼吸了，放手！休想！记住你不给我的交代，我绝不放！救命啊！好胜心，不能输的蝎。同时，我们有很强的好胜心。妈该 A 的点阅率居然比我高。不过星座分析系列都还在我之下 ，B 和 C 的点阅率都和我有点差距。是差几啊丢。同时，我们也是遇强则强，不害怕挑战哦。不想和我比一下吗？你哪位？我还需要跟你比吗？爱恨分明，极端的蝎。太改都影 V 刻板印象太害怕我们了。其实是因为我们爱恨分明，只要成为朋友，你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。最好是啦，明明爱记仇。就是，我哪有啊？像阿莫以为你刚刚丢香蕉皮，我也没计较啊。还有法法，你刚刚是丢纸团，我还不是送你礼物。阿里记刚刚呛了我2次，我也完全没有反向他好吗？完全留面子耶。还有就不用我说了，那个刺妹啊，你这样就不记仇？你明明记得很清楚。哪有啊？你从认识我到现在呛了我多少次，我有没有全部都记起来？今天只是因为记忆新鲜，就顺便记了几次而已啊。再说你刚刚好明明就还好，果然是天蝎座。别忘了订阅、分享小铃铛，讲，下次见。